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1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新闻头基先来关心到中国10发动伟大军演，伫咧军演的范围以外这所在，伫咱小琉球的近海，咱像嘛发现到计成是中国海洋气象浮动的物件。外界伫咧以为讲，可能是中国来咧试探，因那学者是分析讲，中国用这浮动来收集海洋甲气象的资讯，嘛有可能会用伫咧军事，所以咱政府应该要注意。黄色物件伫小琉球西南边56.6海里所在浮沉，上细细看顶悬有福建海洋气象调动海协3号顶简体字，这是屏东小琉球渔民17中昼伫海上作业发现疑似中国海洋气象调动，18海巡接到琉球区渔会通报，马上派巡人到现场勘查。你在海上可能所谓的警示灯啊，如果没有打警示灯啊，在海上可能会造成那个航安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绳索灯也款啊。云林舰持续于现场观察该浮标是否锚定，及扩大搜寻是否有类似浮标，并将相关资料通报有关单位进行联系。渔民发现的时间点对，也是中国伫台湾周边军演的时间。虽然调动伫演习范围外航道出现，暗过出现时机点敏感，引起外界质疑中国是假气象之名，成正所之实。学者分析，这种设备应收集附近水文资料，就算中国原本设定是海气象用途，暗过掌握附近海洋气象等资讯，对军事用途也较有帮助。多多少少可能会视为是对我们海洋主权的一种侵犯，特别是海军来说，那这个了解海洋的气象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能排除它可能是会用在其他这些，也许军事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用途也说不定。今年初8赴中国北斗卫星专用深卡的大型黄色浮球飘到澎湖山坡。去年11月底，这海峡出现过应付简体字中国海洋调动，冲上花加上进行对话，常常用空飘气球扰台。学者建议政府要追踪风伫台湾周边展开气象探测活动，必要时阵要有相关应对处置，阻断国安分忧。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前总统蔡英文去访问澳洲比利时，佮有受到邀请入去到澳洲议会大楼，这是咱落任的总统头一个。蔡英文甲澳洲的议员强调，台湾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这个民主党派，希望国际会当继续来支持。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澳洲第3站，到澳兵总部所在地比利时波罗塞尼，是咱国社联元首头一个受邀请进入澳洲议会大楼，由意大利籍的新任澳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亲身接待。嗨，好。斯洛伐克籍议员莱克斯曼主持欢迎会时指出，蔡英文伫总统任内勇敢面对中共威胁，这种决心甲勇气，启发所有捍卫民主自由的人。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and not to allow our adversaries to place limits to our relations. It is the sovereign right of every European country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aiwan. Madam President, I hope that your visit here today will inspire all of us to work tirelessly together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现场有超过80位澳洲议会议员出席，包含立陶宛前国防部长朱纳维、比利时生态党联合主席科纳提亚提手机啊，甲蔡英文翕相。德国籍的澳洲议会新任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安格鲁发文讲，蔡英文是互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另外，长期支持台湾前比利时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达尔曼是以一位鼓励人心的女性来讲蔡英文，而伊传了台湾将是世界上上管劳力、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一。We are eager to deepen our connections with the world. Taiwan's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as grow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crucial and trusted partn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i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蔡英文感谢澳洲议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强调台湾致力维持台海现状，也希望全球民主伙伴应共同团结，阻止中国想要经由武力胁迫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台北市长蒋万安发声讲，今年是交通安全年，不过真侪位议员就批评蒋万安上任够担，市民专线1999投诉上侪惊的就是交通类超过13万件，多数是公车过站唔停这个问题。交通局嘛答应讲会过来改善。
再来关心自由时报。云林县议长黄凯涉嫌说人头公司收乌西，帮助供电厂商摕到执照，昨予检方起诉。因那新北地方法院昨开庭，考虑到黄凯有认罪，而且将犯罪所得1480万拢交出来，认为无羁押必要，所以裁定黄凯300万交保。落尾是中国时报。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7月因为涉嫌贪污请辞，当陆委会宣布推荐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来接任海基会董事长。原来海基会是按算11月初4要召开董事会完成推选的作业。原来吴鸿山是表示讲，希望会当共同来追求台海的和平，和两岸的人民会当幸福。继续来看，陆委会推荐由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来做海基会董事长。伊之前嘛捌做过公司的董事长。吴鸿山接受台记者专访的时，表示讲，伊会拍拼来达成海基会设立的目的。目前担任五尊县基金会董事长的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未来有新的任务。陆委会拜五发布新闻稿，推荐伊来做海基会的董事长。吴鸿山表示，会拍拼达成海基会设立的目的。若是讲认为讲和平上重要，那安尼啦吼，双边大家拢讲好话，拢讲做实在的话，存好心，讲真正的话，做实在的代志，做对人民有益的代志。吴鸿山今年79岁，过去捌做过各大代表、公司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监察委员等重要的职务。伊表示讲，海基会成立的宗旨是协调处理两岸交流，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希望会当带海基会团队提供民众更较好的服务。海基会就是接受政府委托，也去协调处理两岸人民的交流的代志。同时也是做爱去做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面对两岸交流互动的挑战，吴鸿山表示这是真重要的任务，也感谢太太的支持。既然已经接受这个挑战，就会尽全力去完成。那海基会是打算11月初4召开董事会，完成推选的作业了后，吴鸿山就会正式出任海基会董事长。记者中嘉义谢桂林采访报道。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去年全球有11亿的人口生活产者，其中有超过一半拢是囡仔。亲像阿富汗全国有2/3，要到2/3的人口拢产者，因为产者人口上济国家是伫咧印度，而且去年是二战以来战争上济一档，当咧烧战的国家产者比例是更加严重。以下战火无停，受冲击上严重的就是平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17发布年度多元产车指数，报告内容指出，战争国家的产车率比其他国家高出3倍。去年是二战以来全球发生上济冲突的一年，全球有11亿人生活在严重产车之中，其中4.55亿人生活在冲突的污染之下。年度多元产车指数是2010年起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甲牛津产车参定类发展倡议。当年收集来自112个国家，总数达到63亿人口的资料，佮采用欠血统大棚、卫生条件、电力、主食燃料、营养甲出效率等指标进行评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需要加紧行动支持这国人。对于生活伫受冲突影响国家的产车人口来讲，处理基本需求的滚涨是一场更较艰难、更较绝望的战斗。报告也显示，大约有5.84亿还未满18岁人口，当处理极端产车占全球囡仔总数27.9%，成人是占13.5%。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产车程度也悬出真侪。根据乌普萨拉冲突资料计划数据显示，伫战争国家有超过1/3的产车人口，无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是只有10.9%。2022到23年，阿富汗全国有约2/3人口处伫产车状态。另外，印度是产车人口上侪国家，伫14亿人口中有2.34亿人。其次是巴基斯坦、伊索比亚、奈及利亚甲公国民主共和国，这5个国家都占11亿产车人口约半数。
广视新闻陈慧珍编译。来看台积电第3季的发射会带动股价创新高。昨这盘中上悬是冲到1100块，落尾收伫咧1085块，市场的价值是已经超过28条。而且台积电嘛刺激到昨的台股冲悬，收伫咧23487点，拢总是去433点。Next 5 years, it will be very healthy also to TSMC. 台积电董事长甲总裁魏铁家伫17线顶发说会顶悬，有若看好台积电未来5年表现，搁一摆调悬全年美金营收，按算增加幅度将近30%，比市场预期较好。这回也互台积电10个股价表现真强，开悬行悬，盘中攻到1700块，最后收盘搁创历史新高，收跌1085块。从1000到1500的路上，在这里慢慢往上走，两万四不是问题啊。就台积电再往上的话，台股它一定往上。我想台湾有台积电，未来前景是乐观的。观察台积电今年股价表现，升至7月初1超过1000到1005块，7月11个徛到1080，啊，毋过到8月初5低点个收伫815块，这个月18冲到新的高度，收伫1085块，起50块，毋若创历史新高，是达接近18.14条。台积电上攻气势也带台股向前冲，18上悬到23713点，最后收伫23487点。起433点，是达超过75条。对台湾未来布局，魏铁家表示，明年量产1奈米需求会比3奈米较悬。台积电的1奈米厂分布伫新竹地区甲高雄厂区。人工智慧的市场仍然持续在成长，所以台积电目前的3奈米制程供不应求，这个是目前它业绩创新高主要的原因。目前呢，它的竞争对手3奈米不成熟，包含三星跟 Intel， 所以简单的讲，台积电目前是没有竞争对手。虽然台积电第3季财报眼望，啊，毋过传出美国商务部咧调查台积电是毋是有为华为生产人工智慧，也就是智慧手机晶片。台积电回应，作为守法的公司，得要遵循所有应适用的法令甲法规，要完备的机制，确保合规性的出口管制机制。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东湖有一个15岁少年家无驾照偷赛车，去弄到三角窗仔店面，造成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这个少年家讲，伊是头一间赛车，紧张刚起才会失控。因为警方是依照过失致死等等的罪嫌，甲移送少年法庭，嘛已经裁定收容。另外，这台车的车主，也就是这个少年家阿公，恐惊也得爱判刑责。警车采访看见少年坐伫车内全程逃离离，被移送少年法庭，经过审理了后，则被裁定收容。为什么要偷车？涉嫌少年只有15岁，前一日暗时6点外，趁阿公出国偷赛车找朋友，伫咧台北东湖市场一路超速抓刑，弄到机车骑士搁弄入去臭豆腐店，造成3死2伤。昨天就回家，另外一个那个比较严重，还在关闭总医院。阮直接来开讲啊，看一台车作凶的，驶足紧的啦，为插头遐整落去啊。无照少年被超出一般电子分弹，经过检方检测无发现食毒赛车，或者是酒后赛车。伊讲是第一摆偷赛车，迄时阵紧张惶神，毋过事故以前已经40分钟。在东湖的亲戚家取得钥匙之后，是前往汐止的停车场取车。那从汐止的停车场再开回东湖地区。我们推算这个行车过程大概在10分钟左右。除了少年看ผิ刑责，警方也通知车主，也就是伊阿公恐惊被追究过失致死罪嫌。少年监护人等人也面临连带的损害赔偿。警方则被依保完成上险。新北教育局回应，少年读高职产品建构班1年，根据学校汇报，在学校表现正常。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交通部的统计，最近5档来未成年无照驾驶的案件，平均一档有43000件。民间团体调查就发现，讲这个少年家无照驾驶的动机，除了是偏乡的交通无方便以外，佫有一部分是感觉骑车、赛车足怕。所以民间团体嘛建议讲，得爱参考国外辅导措施，对青少年无照驾驶的动机彻底来解决问题。15岁少年赛车出车祸，造成3个人死亡，引起各界关注未成年无驾照、无牌赛车的问题。
根据公路总局统计，这5年未成年无照驾驶的数量，逐年拢有4.3万件左右。长期关心移动交通安全的监管基金会认为，除了现行无照驾驶罚款扣牌以外，建议加重处罚。而且参考日本等外国修法，加入较低辅导措施。有30%的部分就是来自于他们同侪跟心理需求的部分，像是说觉得骑车很帅啊，现在无照驾驶，他必须要返回监理场站去做上课教育的一个部分我们就引进了像是社工或心理师的部分辅导的一个历程呢，家长必须要共同一起来，所以首先要帮助他们对话，先理解就是无照驾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豆豆甲车驶叮当，经过训练，考到驾照才通安全上路。驾训班教练讲，亲像小乐是驾训班的大鬼，真侪拄满18岁的学生囡仔会来学赛车。8月开始就有较侪少年新手驾驶上路，拄赛车上接因为紧张就出车祸。方向顶头一个袂记的，第二个袂记看伊的目睭啊，第三个一旦紧张的时油门挡啊刹乱打。乱打的时阵，就会规台车冲出去啊！教训班教练建议，先为熟悉的路段开始驶，豆豆扩大赛车的范围，熟悉路草。也建议爱找副驾驶陪同，安打新手，避免紧张。针对外界质疑无照的驾驶罚无够重，交通部道安司讲会检讨现行法条，即卖也定期提供未成年无照驾驶名单予地方政府，由社会局、教育局介入关怀。记者郭文柯明哲台北报道。伫咧高雄凤山一个大圳沟有发现一个死去的红婴仔，在大哥也未讲。这个警方是有找到放杀囡仔的28岁老母，因为经过相验，红婴仔出事的时阵可能还阁会喘气，所以这个老母是涉嫌遗弃致死，信后以5万块交保。救护车到的时阵，伊有远景到场。高雄凤山区瑞兴路附近的河堡大牌18透早，有人伫个桥底发现一个查甫婴仔装伫塑胶袋内底，身躯还有在大，检判出事才几点钟，救现时阵已经明显死亡。经了解，是一名28岁之女子，于17号于家中早上，未至医院生产，而将婴儿装塑胶袋，弃置于凤山溪畔。本来这条是属于防汛道路嘛，以前是没有通，那现在打通了，晚上车子都很多。警方先找到查甫婴仔妈妈，根据了解，伊今年28岁，一人大，目前无婚约关系。17日事伫厝内底生囝了后，骑车出外平调了后，就去病院，互医护人员发现问题报警。警方调查也要调查查甫婴仔爸爸身份，检察官18下晡上验遗体。检察官相验后认为，婴儿的母亲涉及遗弃致死罪嫌，交保5万元，另遗体的部分安排下周复验。初步检查，查甫婴仔生落时阵，疑似也有生命现象。这妈妈涉嫌遗弃致死罪，检察官核准了后5万块交保。社会局已派社工关怀家属提供协助，经查，该生母无相关通报记录与福利身份。查甫婴仔爸爸身份也在调查，警方初步排除涉案可能。社会局表示，查甫婴仔妈妈无相关通报记录，也无合理身份，并且社工介入，也提醒民众因为有心或者生活发生困境，应求助相关机构提供资源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根据内政部2023年的统计，伫咧台湾的新住民囝儿已经有要到60万人，也因为新南向政策的影响，有真侪少年人选择去东南亚来发展事业。因用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来带大家看这些少年人伫咧越南打拼的故事。自1980年代开始，真侪咱自东南亚国家的人来台湾读册、结婚定居，真做新住民伫咧台湾生团定居。40年过去啊，因的第2代、第3代嘛大汉啊。台湾人对东南亚无共国家的文化嘛愈来愈了解，佮加上2016年台湾推动新南向政策，新世代少年人的眼界嘛豆豆对欧美、日本、韩国转向东南亚。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有那个新南向政策，所以就觉得说，到东南亚读东南亚系，可能未来也蛮有发展的。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真侪外国的厂商选到越南投资设厂，
比论薪水、工课、生活环境等等，这拢是台湾的少年人来越南转嫁的原因。也那台湾的新住民第二代，嘛因为因特殊的成长背景，互因比一般的人更较有动力和机会接触多元的文化，去到海外发展。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的工人，其实他也都有戴手套啊、口罩等等，也确保他是合规性的。因为这样子的语言优势，让我可以在这中间转换的还蛮自在的。我妈妈是外人，所以跟别人讲的时阵，就会使去拉近距离。异国同婚的囡仔，因发挥本身的优势，开创另外的新出路。伫咧全球化的时代，下国生活发展已经是真事上的代志。那准大家会当互相理解、甲包容、甲支持的标签理好调，安尼世界就会愈来愈开阔。记者吴定武、林建如越南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虽然即马已经是秋天啊，不过也是要注意，可能也阁有风台会来。即马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是有一寡热带气流正咧发展，后礼拜有可能会形成1粒至2粒的风台。也今仔日东北季风开始增强，影响到北台湾的天气会较变凉，嘛会落地渐阵雨。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咱就回来关心今仔日阁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31度，中部地区23度至32度，南部地区24度至32度，东部地区23度至31度。一个外岛地区23度至3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